小雅，爸爸是一个将死的人了，我绝对不能要你的肾。爸爸，对不起你，本来亏欠你的，我都已经还不上了，不能临老临了了，还要你的一个肾呢，那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我自己。美阳，我想见你妈妈了，我真的想见她了，就让我去吧，否则你妈妈她在下面都不会饶了我的。您别说话了，您别说话了，我知道您想说什么，我心里全明白。您别着急，我心里知道，您不欠我什么，什么也不欠我们的。您之所以没有养育我们，是因为您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和若楠的存在。我心里明白，如果您知道，您一定会去孤儿院找我的。您什么也别想，踏踏实实的就在这儿养着病。很快我们两个就要一起做手术了。手术做完以后，就一切都好了，您就健健康康的了。我这么做，不是因为您给了我生命，还有那么多爱您的人，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能够健康的活下去。我对不起你们姐妹俩，我对不起你妈妈。过来，孩子。让爸爸好好看看你，你要记住爸爸的样子，我也要记住你的样子，别忘了我，好吗？您别乱想，您不会有事的，真的。美阳，爸爸求你一件事，一定要答应我。你叫我一声爸爸，就叫一声。您不会有事的，真的，您不会有事的。爸爸好多了，你去吧。好，那您好好休息，什么也不要想，好好休息。明天一大早，我就过来看你。
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想不想？老刘家馄饨啊，这么多年了还开着呢，哎呀不容易啊！哎呀，勺来。您现在是欧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一个劳改犯，哪敢整您呢？对不起你的母亲。如果我没走错这一步，你母亲就不会离开我，你和若楠也会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，有父母的呵护和爱。虽然家庭可能不会太富裕，但至少一家人很幸福。可惜呀，回不去。我只能求你母亲，求你母亲在地下原谅我。
小人就来了。就来了。喂，若楠，有个事儿，我思前想后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一声，因为这事儿吧，有点大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赶紧说。而你知道之后啊，不能太难过，太难过的话，对伤口恢复不好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你到底说不说？欧叔叔走了。欧叔叔本来要做肾脏移植手术的，但是他知道林美雅要把肾给他，他怕连累林美雅，夜里就把自己的氧气管给拔了。等护士赶来的时候，欧叔叔已经走了，没抢救过来。如果那天我没打架，爸就不会来派出所接我，他就会好好的出现在欧阳的订婚宴上，他就不会出车祸，更不会死。南，这不怪你，跟你没关系，这都怪我。要不是我犯贱去找林美雅，让她把黎东让给你，黎东就不会跟你说那些。
你就不会心情不好去酒吧？我就是个灾星，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怎么能这么想呢？那我呢？我是靠着你最近的那个人，你看看我没事啊，我挺好的呀。我爸下去陪你了，你再也不会一个人了。美雅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没想到，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你终于可以永远的陪着你的陆小月在一起了。小月，你要是在下面碰见长林，别再跟他斗气了，好好的跟他过日子。他从来没爱过，他这几十年没有一天不想着你，我们俩顶多就是个亲戚。我们的婚姻
只是做做样子罢了。现在好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终于可以把那2张床变成1张床。小月，我怎么都是寂寞。我倒是挺留恋那个时候我们无话不谈的日子。在下面等着我，到时候再续。程琳，该解释的我都替你解释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。这辈子咱们也算是结伴同行，谁也不欠谁的。下辈子再见。对不起啊，叔叔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我缠着您，让您教我做菜吗？您问我为什么？你跟我说别的孩子都喜欢打打游戏啊，学学画画啊，怎么这孩子就喜欢做饭呢？我那会儿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本来想做到了之后再跟您说的。我们小雅就是孤儿，从小没爹没妈的，被人欺负都习惯了。后来她运气好，您收养了她，我也跟着沾光。我就记得第一次小雅带我们回咱那大排档的时候，您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回去忙。我跟小雅边做功课边看着你，忙前忙后的，我就在想，怎么会有一个人能让这么多人喜欢他？每个客人来都是开开心心来，快快乐乐的走。我那会儿想，肯定是因为您做饭特别好吃。所以我才老缠着你，让你教我做饭。但是我现在长大了，饭也做好了，
还是没人喜欢我。现在想想，他们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做饭好，是因为你善良，你待人真诚，因为你是个好人。小雅她做到了，我没有。我怎么就把自己活成这么个样子？叔叔，你醒了？你怎么醒了？为什么要醒？为什么要醒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叔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就当帮帮我，你就当帮帮我，你拯救我，我会照顾好小雅，我会照顾好她的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叔叔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走走。对不起，叔叔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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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梅雅，你爸他醒了。梅雅，怎么了？我爸醒了。没事的，你呀要多注意休息。爸，爸，哎，小雅，爸，小雅，爸爸拖累你，是爸爸不好，是爸爸不好。让他赶紧说话。
医生，我爸他这就完全都康复了吧？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根据 CT 显示啊，头部淤血已经完全清除了，剩下的就是静养、观察、恢复。总体来说，情况是非常乐观的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妈妈，你睡的时间太长了，我讨厌你。把人送走了。是。一鸣，你还记得咱们最后一次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欧阳可能是你的儿子。七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欧阳是我跟长林的，直到前2天，我才知道欧阳的血型是 A 型。可是我跟长林的血型是不可能生出 A 型血的孩子，只有你是 A 型血，那就是我们最后的那次有了欧阳。他之前去过你的店里是吧？这烟都是你抽的。在你的烟灰缸里拿了一支你抽过的烟头，已经送到鉴定中心了。结果出来，我会告诉你。长林留下了遗嘱，他把一半的财产留给了我，另一半他平均分了4份，留给了欧阳、欧瑞、林美雅和杜若楠。另外，他把他3环1处房产和1000万现金留给了你。过2天律师就会找你，而且他在遗嘱里面特别强调，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。他倒挺大方，可是我永远不会谅解他。一鸣，欧阳是你的儿子，长林替你养了20多年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欧氏集团的董事长了，你也应该如愿了。这个仇也应该报了吧？小雅，
这段时间真的是委屈你了。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抛弃我。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？爸爸怎么可能抛弃你呢？你知道爸爸昏迷这段时间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吗？我就是担心啊，我的宝贝女儿过得好不好，我担心我的宝贝女儿会不会受人欺负啊，我还担心我宝贝女儿一个人怎么过呀，我就这么担心来啊担心去的，哎，我就给醒过来了。那听您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做一个不让人省心的女儿还是挺好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不省心啊？爸爸在世界上还能怎么能找到比你更省心的女儿啊？哎，你还说咱们家房子没了，还有大排档，要不是小黎叔，大排档也没了。哎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爸爸虽然昏迷，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你怎么做都是为了给爸爸治病。这要是我不省心啊，我最不省心的就是爸爸了，真是拖累你了。爸爸，能醒过来真的太好了，终于又能听到你跟我说话，又能听到你唠叨我了。小雅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，你和欧阳之间的关系了？其实啊，爸爸在去孤儿院抱你的时候就知道，你是欧长林跟杜小爷的女儿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瞒着你，没有告诉你真相。你不会生爸爸的气吧？我知道，你都是为了我好。真没想到，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长林已经没了。爸，你那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从楼上掉下去了呢？